安平区建平八甲道路当初伫计划时阵有宽度无同款的问题，国平路以东是10米，以西380公尺的路段是8米。随着安平区即几档发展快速，车流量嘛相当的大，伫遮是常常发生车祸。咱伫遮要行到迄个公园啦，邮局吼，其实嘛无介远吼，邮局迄边遐定定车祸啦，所以咱会用行吼，会漂亮即个阶段。而且咱即马吼，阁有边仔遥远边仔，甲即个建设公三个有一部分呢，咱嘛即届吼有拜托公务局迅速甲咱做，咱咧水沟部分的换做新的。咱迄个路这边健康山这段嘛会定刨铺啦吼。那建平八街它事实上横的部分包括在建平、国品、义品等等，所以表示建平八街这个长度蛮高的、蛮长的啦哈，使用率非常的高。那我们过去就是看到这个路况真的是有问题，因为当初在规划是有问题，然后10米又是8米的。经过议员、里长多年来争取，市政府工务局编列3000万的预算来改善这条道路，预计伫明年就会当开始施工。即将开始施工，那施工的部分预计工期是180天，希望很快的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有一个比较OK 一点的通行环境，同时呢也要施作2米的这个人行道。那感谢我们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，他们把这个土地无偿拨用给市府，那我们可以施作这个人行道跟那个道路。建平八街拓宽了后，将对地方的交通有所帮助，同时也为市民带来更较好的生活环境。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。